新闻头起先来看2024年全国大专校园运动会5月7日要伫台中的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来举行。昨昏传出讲有选手住伫台中中区的一间饭店，早顿可能是食到青菜沙拉，有10个学生身体无爽快哦，9个人去病院，有2个人住院观察。台中市的食安处随着进行采检，嘛要求饭店的餐厅先关起2天，清洁消毒，避免案情继续扩大。选手伫比赛场过来求表现，希望会当摕到好的成绩。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选手最近陆续来到台中，准备参加5月7日全国大专院校的运动会。不过，煞传出有10个选手4月28伫大个饭店早顿食煞，身体无爽快，其中9个人就医，2个人迄暗住院观察。9位的那个就医的那个选手，大概都是头痛啦、发烧啦、上吐下泻的一个症状。目前呢，我们已经有采集了10余检体、环境检体，那目前已经在送验当中。确实是有学生选手是有反映说他们吃的是生菜沙拉，疑似是有问题的。台中市食安处4月29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前往稽查，初步发现实在的标示有漏气，也有冰箱温度记录无校正等等的欠点，遂要求改善，而且嘛要求灶卡暂停供餐2天。食安处表示，根据真侪位就医的选手所讲的，敢若就是食到青的菜，才会身体无爽快。若准确认是食品中毒，就会照违案法以刑事案件移送检方侦办。提出申诉，或者由大会来做专案的讨论处理，让这个我们就循程序来做一个处理。每一个学生也可以主张说他的身体怎么样，这个我想呢，还是交由专业来做一个判断。台体大表示，目前有28个选手住伫这间饭店，其中10个人传出身体无爽快，经过治疗了后，拢已经出院，而且正常比赛，也会加强学生的食安管控，而且互因后手的协助。检验结果会伫2礼拜后出来。针对这个事件，饭店暂时无进一步的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